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下礼拜特别开新正过新年，就是新年头旧年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句读歌舞句第7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句的意思，就是用正久，像咱讲句厝句衫。若是物件用久啊，卖时就会照时间来扣掉伊的价值，或做折句。另外句嘛有用过以早意思，像咱讲句力、句效，也有句例。过去的歹惯是会当讲是句正头，也毋过句正头嘛有老毛病意思。规个样式，咱讲是旧式，晚近古早味；也有顶年、顶当，咱讲是旧年。颠倒变的意思就是新。每日文音读做旧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读做旧底，意思就是原来，嘛会当讲是本地本正，或者是用过。第二个词读做旧拗旧臭，意思是形容物件旧搁烂。颠倒变的词就是新点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有百年厝无百年主，这间厝旧底已经旧拗旧臭，落尾经过新厝主规定换了后，已经新点点，更较安全嘛，更较舒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句，另外文音读做旧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